啊！你唔好理落一堆法術就得，30張法術，死未？值得戰的對手，牧師對法師啊！咁啊嚟到呢個又set呢個每個禮拜換嘢嘅新模式啊！今次係召喚之大對決，當你出法術嘅時候，就會出翻隻同等嘅手下俾你啊！咁就30張法術嘅牧師 deck 啦，30張法術仲唔夠你打，係咪先？對面係法師，好明顯就有法術啦。好，偷牌。好似個龍鷹偷嗰張抽牌翻嚟都 OK 嘅。哇！被發飛彈即刻，憤怒雞，佢3下都中人咁霸氣嘅。嗰陣時照個幽光出嚟啦，再鏡像，再照個秘密妹妹出嚟，保密者啊！咁咪回血咯，唔可以打爆一隻。幾時法師都係最抵，就算玩咩魔法師都係最抵。寒冰箭，哇！暗影拳擊手，狂亂有冇用呢？之後諗諗先。狂亂可以控一隻嘢 ，damn 一個神聖新星搞掂你全場，冇啊，冇咩嘢思想竊取咯。喂，200嘲諷正，就哇真沉默咗我隻死亡領主啊！可以暗影狂亂佢咩呢？定係等下 turn 再神聖新星算呢？我先少少偷2隻手下翻嚟，我而家先覺咁樣咯，打爆隻咯。咁下 turn 神聖新星比較好打。咁你多細 spell，例如法師咁呢，咁就可以成個過程抵啲，即係玩呢個 arena 呢個係嗰叫咩？呢個召喚師大亂鬥啦，召喚師大戰、召喚師大亂鬥，唔記得咗呢個模式叫咩？總之酒館大亂鬥裏面嘅召喚師大戰係嘛？其實都可以話，即係你如果你法師你好多細 cost 嘅法術，例如嗰啲咩 arcade explosion 咁樣奧術爆破啊，跟住飛彈啊嗰堆嘢咁，類似諸如此類，因為比較抵成件事。我揸，哇！照佢龍出嚟爽，我俾佢打一拳，我參出嚟，咁啊，5個打一拳。2 cost 3 cost 200勁抵咯，佢沉默咗都勁抵，超正。唔沉默送個手下俾對面都唔係話太大呢個 draw off 咗呢啲分毛裏邊嘅。咁啊，石龍啦，唔係呢個係石像鬼。咁啊，微型裝甲。諗點諗先，回血先。龍鷹，護光者，殺咗呢隻先。可以出呢隻喎，因為佢減呢1 cost。
出埋咯。啊唔係喎，啊出埋咯，唔係喎，出埋。偷下牌先。喂！哇！燃爆，咪呢個係火球正，回血加佢攻。好 end turn。好，繼續呢個法師對呢個牧師對呢個法師嘅召喚師嘅大對決，好多 C。哇！變人術，召隻魚人出嚟啊！死魚人就抽牌，變咗我隻5/5做綿羊啊！睇先，狂亂應該有用。3/2嘅護光者啊！有冇落全場回血啊？哇！2張狂亂正，睇睇點打先。2啦，2啦。呢個打2下可以，睇睇點睇先。呢隻我唔諗住吹死。龍鷹可以吹死佢嘅，咁樣啦，咁樣啦。點解要自殺啲怪？一係想之後出翻啲嘢出嚟啊？係啦。喂，然之後就抽牌。哼，這家伙。費輪。喂，好像有4滴血添。咁就滿咗嘢，我就唔諗住出法術繼續召嘢出嚟啦。因為每出法術就召一隻嘢出嚟，搞笑，成場都係啦。咁你牧師咧有一個優點就係你私隱竊取係你一定偷到對面啲牌。所以如果係你偷咗法術嘅更加抵。而一張法術都要2張嘢，當然我頭先偷咗2張2張手下啦，咁比較冇咁抵。對面一個火焰衝擊就咣咁啊冇晒，睇睇點打啦。咁有冇生命之火？有生命之火，有冇雙倍？神聖之火都好打，睇睇點抵先。呢個打落去啦。然之後咧就係真言術盾，聞到鮮血嘅味道，滅術死。打咯，係咯，唔係點啫？呢個手下已經攻擊過，回血 end turn 17血啊！對面呢個法師係咁下 turn 可以就冰霜新星，召佢3/3出嚟。有一個火球術打面，我喊出嚟。哇！呢個係老邁的法師。哎呀！因為啲嘢鎖住咗，所以我出唔到嘢。都可以出嘅，睇下先。咁樣去殺自己隻嘢，然之後打16，唔抵喎。殺咗佢啦。喂，回血。回血 ，end turn 下 turn 搞掂你，可以加你爐石好有嗎？可以，睇下先，係啦呢個3668，哇呢個哇黐線，立即逆轉喎！呢個係邊條？呢個係啊費倫預言者費倫，睇下先，井3668係打返俾你。雖然唔知加入嚟有咩用啊，但係你可以中意可以加下。我完出死啦你！其實可唔可以一波佢啊？睇下先。控制啦，嗱控制佢有5啦，雙倍10啦，10咯，係咯10唔夠打 ，fail 添，係殺咗佢先。哇4/1，被法師啲心理遊戲，被法師克制嘅嘢。喂，死亡之星發動2次，但係我一張死亡之星 Tastingo， 嘻嘻嘻嘻嘻，加你了係好 accept， 以 accept， 即係可能直播有少少 delay 啦。
好，睇下會唔會再出隻廢卵出嚟啦。17啊！呢隻你難搞，呢隻我搞啦，呢隻得啦，你死咗啦，你已經死了，見唔見死笑聲喺你頭上？嗱，生命值加倍啦，V 再加攻 ，V 再火球術 ，V 有一拳打落去。牧師對法師啊！呢、個旅店大亂鬥召喚師大戰啊！牧師對法師幾得意係，好，我繼續。